立委林俊憲甲助理協助將一箱一箱的白米搬上車頂，這是台灣省會計師公會對105年開始攏會做公益回饋社會，特別以捐贈白米和社會福利團體行動。今年再次甲立委林俊憲以及這位議員合作，捐贈1000包2公斤的白米。是2公斤的米啦哈，2公斤的米1000包，1000包。那我們就特別請幾個愛心團體，還有里辦公就各里長有咧做公餐的幾個里，我們請里長，我們聯絡里辦公室大家這位來把我們會計師公會的愛心再散播出去。會計師公會也19年持續在每年新春農曆年前呢辦了那個寒冬送暖公益捐白米的活動，也有捐血的活動。所以我們持續除了寒冬送暖、公益捐白米、捐血，那就是希望可以把我們的那個資源可以有限的也回饋於給社會。這個社會福利團體在立委林俊憲服務處門口收件，同時嘛頒發感謝狀，感謝立委牽線以及會計師公會愛心。這位議員嘛高調見證，透過甲縣市政府、社會局以及民代合作，將白米送到真正需要人手中，並照顧到政府資源所照顧未到的所在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